大家好，我係草蜢嘅蔡一傑。癌症令好多人受苦，如果你哋想停止癌症病人所受嘅苦，請你哋一定要支持加拿大中文電台瑪嘉烈公主癌症中心直播籌款大行動，幫助更多病人對抗癌症。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草蜢嘅蘇志威。癌症拆散咗唔少家庭，我唔希望再見到咁多人受苦，請你一定要支持加拿大中文電台瑪嘉烈公主癌症中心直播籌款大行動，幫助更多病人對抗癌症。多謝。Hello， 大家好，我係草蜢嘅蔡一智。癌症咧就令到好多人受苦，除咗佢本身病人之外咧，咁佢嘅屋企人咧都會受到好大嘅影響嘅。咁啊，請你一定要支持加拿大中文電台瑪嘉烈公主癌症中心直播籌款大行動，幫助更多病人對抗癌症啦。多謝大家嘅支持，Thank you。